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这里的中式精致点心还不错，一定要尝尝看。如果是那种台式的古早味汉饼，我就不吃了。我在婆家的饼已经吃的有够腻了。你婆家会做饼，是哪一家名店？啊，不说了，好丢脸了。说啦说啦，不就是那一种开在乡下地方的土不拉几的饼铺？这几十年来都没长进，尽是做那种老掉牙的东西。就是那种咬一口有没有就胖3公斤，还吃得满地掉渣的东西。哎呦，你都没看过我婆婆，我婆婆真的很胖，有多胖？就很像是电视上那个什么心灵的，有没有？演戏得奖的那个哦，不是唱歌那个哦。有够胖，有够胖。哎，真是有够烦恼的。每次过节啊，都送来一大堆饼都不好意思说，送人啊都觉得丢脸。后来啊，我都让我老公丢厨余喂猪去了。好可怜的猪。不要可怜到我们就好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哈？哎，那不是真好食的饼，甲你啊抢大汉，你没有今仔日哦，结果哎呦，结果你讲啥？你今日甲你那边就摕去饲鸡，哎呦，走啊！哎呀，你们，哎，你们是那个。你朋友吗？不是，他怎么可能是我朋友？一个啊是我说的那个饼店的师傅，一个是，哎，你们2个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有下港来台北，啊，伊陪我四界行，敢袂使？哦，你上来不找大哥、2哥、3哥，找5弟的老婆四界行，这也太离奇了吧？小慧。欧慧，小欧啊，哎，我说你啊，我上次看到你，觉得你还挺有意思的。今天看到你跟艾卡秋郎熊找货，哎，你跟他们家人还真像，太可惜了。什么底下的人？走吧，我们。懂嘞。伟熙嘞，真有默契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是所教的新妇啦，讲话就要知分寸，吼。麻烦你尊重真好，才尊重所教嘛，尊重你家己。我人生的悲哀就是踏进金后家的这个家门开始。听说他要倒了，我拍手都来不及了。真好才无倒啦，伊只是，唔管安怎，伊永远活伫我心目中。你以为你是文青？我不要讲吧。那家饼店哦是无限期深造，我是惠欧，是小欧，而且你刚刚说的是欧惠，我说的是惠欧，是欧惠，惠欧，欧惠，欧惠，惠欧，欧惠，好，所以你现在到底叫惠欧还是欧惠？欧惠。哦。哦我就是 ，OK，fine，前弟妹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就跟你说，饼中啊那几个弟弟就只有阿信可以，你不要人家走了，连他一点面子都不顾，这样啊，真的太难看了。什么叫难看？你老公哦，在网络上面装单身骗嫩妹，那才叫难看。什么？你没听清楚啊？那我再说大声一点好了。